早泄嘅6種治療方法，停止再刺激法。嗰陣時都聽過喺香港電台呢個醫生都講過話，插下叫佢用手揸住呢個陰莖啊，不過都幾辛苦啊，插下叫佢停止喎，大力揸實去，等佢揸到痛，揸到唔想射嘢嗰陣時咪停止咯。睇下第二個咩方法先，第二個方法嘅擠壓法都好似話撳個龜頭，又係痛又係撳到痛，擠唔到喎。第三個方法咧就用保險套喎，保險套應該冇乜用啊，早泄。第四個方法，哇！先行打飛機，打完飛機梗係打完飛機都唔想再射第二次，都有排都射唔出啊！改變姿勢嘅方法，我諗都冇乜用啊。第六個方法拱橋啊，拱橋好啊，訓練條腰，學埋瑜伽。香港泌尿科嗰啲醫生呢，可能呢都會有啲藥物嘅，同埋藥膏嘅。哇！呢啲藥物同藥膏都唔平啊，都我諗幾百蚊支啊。我諗睇一次泌尿科醫生話呢啲早泄嘅病徵啊，出門口1,100蚊冇走雞啊。佢啲藥膏就等你延長，類似嗰啲延長你嗰啲忍耐力度咯。嗰陣時廟街仲有人行嘅時候，我都見過一男一女行嗰啲鹹濕檔，廟街鹹濕檔買印度神油，千祈唔好亂搽啊，好多副作用啊！呢度寫住啊，會嗰啲影響個腸胃、腎臟、尿道排出咩腎炎嗰啲啊，千祈唔好用印度神油增強你性能力啊，有毒噶。早泄呢啲病都係小問題嘅，泌尿科醫生早啲快啲去揾泌尿科醫生睇啊，唔好慳埋呢啲錢啊，睇完咪可以射得耐啲咯。